使徒行傳第20章記載，有一日聖靈催促保羅要去耶路撒冷，而等待佢嘅竟然係要受奴役之災。佢將會受到侮辱，被不合理嘅對待，肉體同埋精神都要受到好大嘅折磨。咁點解保羅仲要去啊？保羅並唔係因為無知而勇往直前，其實佢經歷過種種嘅苦難，但係佢係卻講：我卻不以性命為念，只要走完我嘅路程，完成我從主耶穌所領受嘅職分，為上帝嘅恩典福音作見證。保羅為我哋樹立咗美好嘅榜樣。上帝所要求佢嘅僕人嘅就係呢種聽命前往、不顧一切嘅心志啦。如果今日我哋喺許多相對微小嘅困難裏面，都學效保羅嘅榜樣，遵循聖經嘅教導，咁樣我哋就係為緊大逼迫作準備啦。呢個係靈修1分鐘，我哋聽日見。